小米嫁给了小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能不担待吗？再者说了，我要是对小米不好，这小子也不会答应我。小子这个人啊，心细，会疼人，心眼又好。谁要是嫁给了小子，那可是他的福分呢。是，这我信。其实我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准确，我们敏儿她也不是不懂事儿，她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有点任性吧。其实聪明着呢，心眼特好，工作也好啊，朋友也多，这聪明能干劲儿特随我。你说我们家这个小子，这个聪明劲儿他就不随我，我笨。你说他读了5年这个医科大学，又上了3年的研究生，现在在医院里头，他做的什么工作呀？那都是高精尖、救死扶伤的工作呀，不能说动动手指头，简单的动动脑筋就行的。多少人家的幸福，都在小子的手里掌握着。我总说啊，我说小子，你这双手那就是金手啊。那可就是人命关天呐！这产妇一上产床，2条人命，甚至是3条人命，也可能是4条。是你儿子人命多。那个妈，哎，那个来，小明，咱们一块吃菜吧，要不一会儿凉了妈，您吃虾？对对对，甭管我，我自己吃。爸，多吃青菜，这对身体好。大妹子，今儿个请您来呀，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这孩子婚礼的事儿。我的意思呢，婚礼回东北矿上举行。不是，这2家人都在这儿呢，都在北京呢，上东北干嘛去啊？他是这样，我虽然跟小子现在在北京住，但是我们家的亲朋好友、老同事、老街坊、老邻居，不都是在东北吗？大伙儿都盼着回去办不热闹啊。哎呦，那您这想法跟我这个想法可是差别太大了。那您想过我们吗？他从小是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的。我们家亲戚朋友都在北京，他爸爸的同事、我的同事、他自己的朋友、同事，全都在北京，这多少人呢？您说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不在北京办，到东北去，你让他们怎么办呢？大伙儿能干吗？您让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已经给您想好了，你们派几个代表过去，来回的路费我们出。我把他安排在矿上最好的招待所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庭条件都非常好，都有钱，不在乎这点路费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小敏还想穿婚纱呢，还想进教堂呢。你们矿上有教堂吗？中国人就不要进教堂了吗？现在年轻人进教堂很时尚。我告诉你，我闺女穿上婚纱，你儿子穿上西装，2个人挎着走进教堂。随着教堂的音乐，神父会问他们说尽量你愿意娶米小米为妻吗？你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，什么什么一堆，眼泪巴巴的看着你儿子说我愿意，然后问他，他会说我愿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，对不对？呵家伙，这还跑农村去了，这叫什么呀？更正一下，矿上，不是农村。不是农村是哪儿啊？大都市啊？天安门广场开矿啊？王府井开矿？没听说过。大妹子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这不就是抬杠吗？怎么抬杠啊？小子是我们矿上第一波考上大学的，而且毕业以后又留在了北京，那是我们老金家的骄傲。我们那些亲朋好友的都等着他回去呢，参加他的婚礼。哼！再者说了，我在矿上那也是当过1级领导的，这老上级、老部下、亲戚朋友。这不都在矿上等着呢吗？回去办的不是热闹吗？让他们都来北京啊，顺便也参观参观大城市。那矿上人太多了，那都想来怎么办呢？选代表啊！哎，您不是让我们选代表吗？你怎么就不能选代表啊？选了代表，我来出路费，5星级酒店我掏，行不行？他理儿不是那么个理儿啊！怎么不是那么个理儿啊？你是女方，我们是男方，
这主办权呢，应该在男方，是不是？您这开奥运会呢，您这还主办权？他俩的婚事，那就是我们家的奥运会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金大哥，哎，像我们敏儿这样的孩子，在大城市里都已经是独生子女了，所以在我们这儿办婚礼，男女双方协商，没听说过你是主办方，我是副办方，我是赞助方。哦，合着我们赞助一闺女，全归你说了算，谁规定的呀？让你找个北京的就完了，你瞧这事儿多劲儿的。闭嘴吧你！金大哥，您是俩孩子，是吧？我可就这么一闺女，20多岁了，我一人拉扯不容易。结婚是我们闺女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儿，也就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儿。我们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北京。我们坚决不可能去东北，您想都甭想。妈，咱也吃点东西上，咱吃点菜吧，要不都凉了，是吧，小米？你我吃不下。爸，你吃。这回咱吃。大妹子，你也别难过啊！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我贼理解。这要是一般的人家呢，其实这婚礼在哪儿办都无所谓。可我们家不是一般的人家啊，我们那是皇亲国戚呀！哼，爸，这皇亲后裔呀，他说头就多。是，现在社会变了，可是我跟你说呀，我不想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您瞧瞧，您可真够可以的，您连祖宗都抬出来了。行，祖宗，您祖宗是满族吧？是不是？正黄旗啊，正黄旗，行，正黄是王爷的后代，是不是？我听说。对呀。那您更应该在北京办啊。北京是哪儿啊？北京是你们祖宗的都城啊。您想啊，您儿子好不容易这考到北京来了，现在呢，您呢算是沾着您儿子的光，拽着您儿子的衣服，也算在北京开始可以扎根儿了。好不容易马上就要扎上根儿了，您干嘛又连根拔着跑到那儿去举办婚礼去啊？您要想给老祖宗争光，咱婚礼呢，咱摆几桌满汉全席，好不好？您把您矿上的穷亲戚都叫来，让他们在这开眼，也给你们祖宗争光。妈，咱这会儿该吃了，要不菜真凉，咱这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。吃，快，这回咱们就开始吃吧，好吧？对，吃点菜嘛。对。先给我一片药片吃。哎呦喂，哎明儿，哎，你看见他爸结账时候那样了吗？啊，就跟拉他爸后脖梗上那块肉似的。哎呦，见过钱没有啊？一顿饭给吓成这样，真够可以的。哎，一个股长还好意思说呢？啊，在北京处长算什么呀？哎，从阳台上随便掉一花瓶，砸的都是局长脑袋，处长都没资格挨砸。你股长一边排队去。妈，你怎么逮谁跟谁掐呀？我跟谁掐了？我掐他什么了？你跟他们一伙的，是不是？成，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一伙的啊，想在山沟里办婚礼，门儿都没有，坚决不可能！憋死我了，上厕所去。哼，憋死我了！哎呦，哎。小市民，小市民，典型的小市民，啊！这吃饭找了个什么地方？1000多块，你说你知道什么了？不是爸，那地方不是我定的吗？环境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是北京人儿，你们那是矿上，
不，北京怎么了？矿上又怎么了？我们老金家从根儿上就是皇族，我们就是住在矿上，他也是贵族，他在北京住上5000年，那也是老百姓。他根本就没有把咱们当成是一家人，咱们现在就是一张热脸贴个冷屁股，你发现没有？我跟你说，小子，婚礼必须回到东北的矿上举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不用看着我，这一大上午的这几个小时，这全浪费了。小针也掉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不顺呐。金大夫啊！哎呀，你别抓刺儿，多疼啊！别弄，扎着了。哎呀，我看看扎着了没有啊？哎呀，疼死了！你干嘛那么生气呀？你能不能高兴一点？我高兴得起来吗？你笑一个呗，你笑一个。要不我给你笑一个？我觉得你肯定是饿了。哎呦！噔噔噔噔，爱心咖啡，爱心鸡爪，还有噔噔噔噔，爱心别拿了，爱心小雪。哎呦，哎，你说你这么会算星座这事儿，我现在吧，这婚礼这事儿给我难住了。我爸呢想在东北办，我丈母娘呢想在北京办。你这星座这能算出来吗？两家大人意见不合呀，就别办了，何苦呢？别生气嘛。大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你的解释给我新鲜点儿。我保证完成您的任务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没带吃的。你跑出去买吃的去了？他们2分钟就谁找我？可是他们车已经走了。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们车走了。真是时候死！人家车都走了，你居然不知道？你二啊你啊！我不二，是又来了一辆跟他们一模一样的车。我就等着，我等啊，我等啊等啊等，我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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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天都黑了，嘿，我买的吃的也吃完了，我就过去看看。54122，错了，原来那辆是59412。你给我站住！大成，你给我站住！准备，你不要我！还59412，我看你就是12。怎么办呢？咱俩这婚礼的事儿，我哪知道啊？早知道结婚这么烦，我就不结了。祖宗，
你别这么说了，行不行？我现在都够闹心的了，已经。我也闹心呀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愿意去东北举行婚礼？这不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爸的想法，而且他没跟我商量过呀。但其实我爸提出这个想法吧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你说我爸一个人在矿上这么多年，那肯定有好多工友啊、街坊、老邻居、老朋友什么的。那儿子结婚了，当然希望回矿上大办了。这大家这么多人都得看看呀，我又是男方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干脆咱俩别办了。那婚礼我参加过，新郎新娘往台上一站，这跟俩傻子似的，换来换去的衣服，完了要满桌敬酒，还得玩游戏，可烦了。不是，那咱俩得想个办法，那就想个别的办法呗。要我说啊，咱们就请一些咱们自己的朋友，都是年轻人，就在教堂举行一个小的仪式。那可不行，那要在教堂办，不就等于在北京办了吗？那这东北矿上哪有教堂？我爸肯定不同意啊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着？反正我妈下死命令了，必须在北京办。那我爸也给我下死命令了，必须回矿上办。那要不然别办了，吵来吵去烦死了。那更不行了，你结婚这辈子就这一回，哪能不办婚礼啊？那怎么着也得走个形式吧。老公，要不然咱们旅行结婚吧？去一趟大城市铁岭。去马尔代夫。啊？碧海蓝天多漂亮啊！让他们俩吵去，咱俩出国度蜜月去。妈儿，那你妈能同意吗？我爸能同意吗？你管他们同不同意，咱俩结婚又不是他们俩结婚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就定了。啊。上哪儿？马大夫？不是马大夫，是马尔代夫。因为小米吧一直想跟我出国旅游一趟，你说我一直忙，就真是没工夫陪他去。现在呢，我们俩是这么想，你说要办婚礼吧，你说又费钱，是吧？又费神，这劳命伤财的，就觉得不值当。所以我们俩这婚礼就不办了，把这钱省下来，干嘛呢？我们俩就一块儿出国去这个马尔代夫旅游。在哪个省啊？不，马尔代夫不在中国吧？是在国外，在印度洋上。不是，这印度有啥去的？那还不如咱们矿上繁荣昌盛呢。不是印度，是印度洋，是马尔代夫是那国外旅游胜地。这是你俩的意思，还是你丈母娘的意思？不，跟我丈母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爸，这完全是我们俩的意思，真的，绝对不是我丈母娘的意思。那你丈母娘啥意思？旅行结婚，拿我当傻子呀？不想在北京办婚礼是不是？啊？我告诉你，阿明，你可千万别犯这傻。婚礼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。谁说的呀？那二婚三婚的多了。你气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举行了婚礼，把婚礼录下来，将来你老了，带着你的儿子、孙子，你们一块看，多幸福啊！那我怎么从来没见你看你跟我爸结婚时的录像啊？你气我是不是你？再者说了，这么些年我参加过那么多次婚礼，每一次我都凑那么些份子。你要是不举行婚礼，我都收不回来了。我合着你就是为了份子钱呀？那行，你随出去多少钱我出。我是真为钱吗？反正我不管，要办你就办吧。到时候婚礼上没新娘，您就挨个数钱去吧。我现在不管他，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意思吧。哎呀，我那点意思，现在全没意思了。你说你丈母娘在中间这么搅和着，我说回矿上办，那肯定办不成了。她要在北京办，那我怎么跟老家人的交代呀？总之，要么就不办，要办就回矿上办，在北京办，不行。对，所以就不办了嘛。你看，那你俩愿意上印度洋就上印度洋吧，就是小心点就行了。那就去吧。爸，您同意了？哎呦，爸，哎呦，你太好了，爸，你，哎呦，你同意了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高兴了，爸，太好了。小子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
我给你一句忠告，您说吧。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就怕你明天拉清单呢。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妈不同意咱们俩旅游结婚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你说呢？哎，不是，他一开始不就是不想让咱们俩去矿上办婚礼吗？现在咱都不去矿上，都该旅游了，那怎么还不同意呢？我妈就这样啊，跟她讲道理也讲不通。哎，反正说来说去就一句话，非得在北京办。不是，老婆，我发现你妈有点太牛了吧？啊，什么事都得依着她呀。我感觉她现在比美国总统都牛。我看你爸呀也不怎么样。他们俩就纯属属驴的。不是，老婆，我这么跟你说，现在反正我爸这边呢是已经同意了，对吧？你现在就跟你妈说，就看你妈这边。反正我不管了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就是去马尔代夫旅行结婚。他愿意在北京办，他就办，反正我不会参加，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别，不是，老婆，你跟你妈好好说，你得。可怜的灰太狼。什么事儿？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咱米儿那个婚礼的事儿啊，最后怎么定的？什么时候办啊？不办了。什么不办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问你闺女去。我早就说了，这种人家不能嫁，这种人家招三不招两，不招四六，非嫁呀，不听啊，活该。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杠上了你们？哎呀，我懒得跟你说，就这样吧啊，再见。不，你，哎呀，这什么人啊？变脸比变天还快。小明姐来了。哪儿去了？这么半天？没干嘛去，办点事儿。主编找你好长时间了。他找我干嘛呀？看着脸色不太好，自己小心吧。木板，您找我啊？米小米，我问你件事儿啊。啊，你是不是特别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？我特别把您放在眼里啊。哎，那我交代你菲菲那个事儿采访的怎么样了呀？哎呦，我正想跟您说呢，这事儿我真去了。哦，我没想到那医院戒备特别森严，这3步一岗5步一哨，我就没逮着机会。但是我不罢休，我还去。结果呢，他居然1步一岗1步一哨，那不仅是护士，全都是保安，那根本是滴水不漏，我就没逮着机会。但是我想啊，这是木板交给我的任务啊，再艰巨我也得完成啊。回去我就跟老公商量，这事儿必须得完成。我老公就说了，实在不行，媳妇儿，我给你借一套护士服。哎，这办法不错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。哎，生了！哎呦，男孩儿女孩儿啊？哎，这孩子他爸谁啊？你问我呀？啊？我应该问你，你还问我男孩女孩？问我孩子他爸爸是谁？让你盯着呢，你麻去了你？你应该告诉我，你老公就在那家医院，那么便利的条件，那么轰动的新闻，让别家媒体给抢去了，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？不是，木板，您消气儿，您别生气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家里最近出了好多事儿，我这脑子都忙大了，给晕头转向的就给忘了。我告诉你，米小米，你的脑子里别想3想4的，
总觉得咱们娱乐记者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老想当什么新闻记者。这就是如今娱乐圈最大的新闻，你采访到了吗？你？我知道错了。我也就是看在你老爸的面子上，我跟你老爸是多年的老朋友，要不然我早就开除你了。是。再不好好干，我就辞职。你要辞职？我凭什么辞职啊？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辞职啊？您刚才说的呀。我说反了，干不好你辞职。我知道了。小气儿，您别生气，我一定改，我知道错了。您消气儿啊。木板，您这眼镜儿，我眼镜怎么了？太好看了，太时尚了，太有品位了。在哪儿买的？什么牌子？这阿玛尼的。我说呢，大牌子，特别符合您这气质，您这身份。不过真的戴您身上就是不一样，这形状跟您身上这衣服撞色特别好看。特别流行今年，不知道吧？这橘色特好看，是吗？对，这时尚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。您看看，是吧？就是不一样，太有品位了。哎呦，你到底去没去？真没去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木板就该跟你急了。我想去来着，可是我妈跟我那老公公俩人弄得家里面乌烟瘴气，我都快疯了。嘛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几点了都？加班儿。你们单位加什么班儿啊？你管呢？嘿，什么态度啊这是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跟小亮吵架了？他欺负你了？在外面受了欺负就朝你老妈撒气。饿不饿？哎，厨房里有排骨，我给你热热去啊。我不吃，饿死我算了。哎，我今儿可没招你啊，你别往我身上撒气啊。今儿您是没招我，您招我的还少了。今儿这事儿，明儿那事儿的，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工作呀？我看您呀，就是看我被人开除了才高兴。嘿，你这孩子真行啊！你工作上遇到问题了，你赖我啊？妈平常老说你，提醒你，那是关心你，那是妈在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妈要不说你不管你，那才叫失职呢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可惜什么呀？可惜您这口才了。您说您在家待着多屈才呀，什么事儿跟您嘴这一说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哎呀，你应该当一个什么新闻发言人。还代言人？什么话呀你？你弟他丈母娘就是一个搅屎棍儿。我跟你说，我说这婚礼呀，回东北老家办去，
他非要说要在北京办，你弟这不左右两边都为难吗？后儿你弟弟说了，婚礼不办了，人家要去旅行结婚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定了去旅行结婚了？决定了，不改了是吗？不改了。那好，我同意了。真的？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啊？你回头啊，跟咱们家那些亲朋好友、七大姑八大姨、左右邻居的好好的解释一下。你就说你弟跟他媳妇儿在北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抽不开身。等以后有时间了，回东北老家补上啊。不是，我们旅行结婚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什么叫凑热闹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小米，我现在已经退了一大步了，我已经同意不在北京办了啊！你们出去玩，我还不能跟着一块儿去，你都有意见？你见过哪个夫妻去度蜜月带着自己老妈去的？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当电灯泡啊？什么叫电灯泡啊？哎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到20多岁，你好不容易结了婚了，是不是？你带我出去玩过吗？从来没有吧？你将来有了孩子，你更不带我出去玩去了。我马尔代夫我没去过，我跟着去一趟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是诚心的，你就不想让别人过说他喽。程程程，你要这么理解我，那我也没辙了。反正就这2条道，要么在北京办，要么出去玩，带着我。你，算你狠！你这不就是鹅蛋瞧不起鸡蛋吗？行了，别说这事儿了，一说这事儿我就生气。还有啊，这房子我已经都收拾得了，有时间了你就来北京来玩啊。还有别的事儿没有了？没有我就不跟你说了，这长途电话费太贵，那我撂了啊。好。我说2句啊，今天我要严重的表扬一个人，那就是大熊。大熊虽然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，虽然总是拍不到，但是他很努力，他很尊重他的工作，不像有些人，咱们中间的某些人啊，一直瞧不起咱们娱乐记者。认为咱们娱乐记者是什么狗仔？狗仔怎么了？没有一点点追求真理、探索真相的精神，没有一点点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品质，狗仔你都做不好。好，木板，您再重复一遍，我记下来。没有一点点追求真理、我凭什么给你重复一遍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散会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。哎，不是小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干脆把我爸也带去。对呀，你想啊，我爸要是知道你妈去，没让他知道，他不得挑理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咱俩不能激化矛盾，知道吗？现在得皆大欢喜，明不明白？先交给我了，我见机行事。OK，好。爸，哎，行了，解决了，他妈同意我们俩旅行结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成功了，太成功了！好，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得了吧？你们俩旅行结婚，我跟着去干啥？不是我们俩，还有一个人。还有第三者呀？啊，谁呀？他妈。
了，我得喝了多少假酒，我才能答应跟你们去呀？我跟那个老娘们去旅游，人家知道的是你丈母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后妈呢。我可丢不起那人。行，爸，你绕哪儿去？怎么这后妈都出来了，爸？行，爸，那您给我来个痛快话，您到底去不去？你让我去也行。你先把我拉到菜市口。儿子，我求求你，把我杀了吧，儿子，你快杀了我吧！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喂，老爸，哎，闺女，那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婚礼不办了呀？你问我妈去。你妈还让我问你呢，是不是惹你妈生气了？谁惹她呀？我躲得来不及呢。你这不是那金亮他爸非得要回东北老家办婚礼，我妈呢非要在北京办婚礼，两个人就掐起来了，谁也不让谁。哎，我这有点愚蠢了吧？这事不挺好办吗？先回他们老家去办，办完以后再回北京办，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？这有什么掐呀？我不懂。拉倒吧，还两边办，你想累死我呀？我们俩决定不办了，旅行结婚。这主意不错，孩子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其实结婚就这个形式嘛，你这办个酒席是又劳神又费力的。旅行结婚好是吧？既实惠又浪漫。怎么样，钱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老爸给你们拿。浪漫什么呀？我老妈非要跟我们一起去。不是你妈这怎么回事？这个人，她是不是不找事，她就没法过日子是吧？非得搅和事是吧？就是啊，我看她存心想搅和。老爸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你帮我跟她说一说啊。哎，别，老爸可不敢。你不是不到我俩下面就吵。我要帮只能帮倒忙了，我不提还好，一提非给我干个没完，那一说他不停，我这个忙我帮不上。别呀，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？哎呀，你去跟她说一说嘛。不行，带他去呗。哎呀，他既然想去，好像也没出过国吧？行，咱们到了马尔代夫也看看。你这个钱，他的钱我负责出行了，你们钱我都负责出。你就知道钱，这是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吗？行，闺女，那老爸错了，对你妈去确实不合适，让我再想想啊。哎呀，那这样，我做个饭局吧，请金亮和他爸过来，把你妈也叫来，咱们都一起。这样吧，咱们喝酒吃饭时候呢，多夸夸你妈，哄她高兴，也许她就不搅和了嘛，可能就不管这个事儿了。你说呢？这还差不多，你这才有个像老爸的样儿。得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觉得他们可真行，这孩子这婚事多长时间了，到现在都没定下来。哎，对了，老米，这事儿啊，你少掺和，听到没有？要不然惹麻烦上身。我不掺和能行吗？那是我闺女米儿的事儿，这孩子够可怜了，摊上这么个妈，混不讲理。幸亏这孩子性格随我，还比较乐观、开朗向上了，要不然早被他整疯了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不管，但是别把我扯上。而且我说了，改天请他们两家吃个饭，你陪我一起去啊。我去啊！哎呦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往哪儿躲，我还敢去？那王淑华不早警告我了吗？让我少掺和你们家的事儿。什么叫我们家的事啊？你跟我结婚，我们就一家人了呀。去，跟我一起去那天，还怕他不成啊？我还真就怕他，我告诉你，我躲他远远的啊。也是啊，要不是为我闺女事啊，我也躲她远远的，永远不见才省心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哎呀，你看这个建建功啊，这是迟到的会面啊。按说呢，我们早就该见面了，我早该请你，咱们好好坐下来吃吃喝喝。哎呀，那么长时间才请你，这个多见谅。哎，你忙嘛？这不，这几天我也刚把房子收拾好，我还寻思啊，说找个时间请你过来坐一坐。改日一定去拜访啊！那个两个孩子事你多操心呢，我都没顾上，从来没管过几户。听说不打算办事了？本来这事儿我就不想提了，既然你问起来了呢，我就有啥说啥吧。这两个孩子啊，要去旅行结婚，本来一开始啊我不同意，可是我冷静一想啊，这不办个婚礼呢也说不过去。你说没想到这亲家母啊非要跟他们去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吗？什么叫什么事儿啊？爸，当然我凭什么不让我跟着？干
什么呀？你们在这儿不是干嘛呀？绑架呀你们？来，怎么了？算什么事儿啊？我闺女结婚，我怎么就不能跟着去啊？金大哥，我就不明白，别掺和干什么？你注意表情，慢慢说。不讲理呢，金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没有这么不讲理的。我闺女结婚是吧？旅行结婚，当妈的愿意跟着我去帮她拿包啊，我去照顾她一下。万一孩子生了病了呢？怎么了？还得谁批准吗？难道？大妹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咱们当老人的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要替孩子们想一想。您别拿孩子说事儿，咱真拿孩子说事儿，我跟你说，金大哥，您办的那个就有理吗？您凭什么呀？您在东北把房子卖了，拿的是全款吧？凭什么在北京买房您就付一首付啊？将来月供谁供啊？让孩子们供啊？您这是为孩子们想吗？不，你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？